太子是认识我的笔记的，看来一定要留下我这活口，写这封信，对不对啊？步青云，你放心，我们都是江湖中人，一言九鼎。只要你今天写了这封信，如今这世道，一言九鼎的事儿还存在吗？你写不写？快写吧。哎，漏水了，漏水了，快漏水了！哎呀，漏了，拿着东西，哎呀！蓉儿，殿下，你下去吧，你该好好在床上休息。太医说了，不用，多活动活动血脉，就会好得快一些。蓉儿，这段时间为了我，让你受苦了。哎，来，坐。殿下何出此言？殿下是蓉儿的夫君，夫就是天子出了个头啊。天字出了头，殿下就是蓉儿的天，蓉儿的生命就是为殿下而活，流一点血算什么呢？就是殿下让蓉儿去死。蓉儿，我不许你说这个不吉利的字。自你入宫以来，我对你一直很冷淡，真正该死的是我。殿下，我也不让你说这个不祥的字。蓉儿，你能感觉到吗？是你额上的血融化了我心里的冰。殿下，蓉儿，蓉儿，月光为证，今生今世，我与蓉儿永结同心。月光为证。黑豆，黑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黑豆，你是谁？黑豆，这可是天牢，站着进来，躺着出去。大爷，我想要活命，你就听我的。小人听你的，小人听你的。记住，提审的时候，你就招供说是9000岁的人指使你干的。什么？9000岁？说错一个字儿，灭你祖宗18拜。小人知道，小人知道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站住！哎呀，站住！你让我进去！走！你让我进去！怎么回事啊？啊！大人，我是来看黑豆的。天牢重地，不准探视。哎呀，大人，我们黑豆啊是太子的结拜哥哥，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看在太子的份上。桂花，这回是皇上亲自下旨，为定是要杀头的，快走吧！啊！黑豆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害了你，我真是可夫的命。
桂花都快把你急死了吧？哎呦，你怎么又来了？黑豆，明天提审，你要说是国舅爷指使你做的。国舅爷？对，你又改了？就照我说的做，保你平平安安。否则的话，就叫你脑袋搬家。小人不敢，小人知道了。国舅爷怎么又改了？桂花娘娘。哦，大人，太子殿下他在吗？太子被软禁了。软禁？哦。太子被软禁在宫里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你还是走吧。太子也成了犯人了。太子，都是我害了你啊！万岁爷该歇着了。一件龙袍牵动父子，朕怎么能睡得着啊？哎，这黑豆他已经承认了，是他私放的龙袍，太子是清白的呀。太子是清白的，可是这件阴谋是肮脏的。这黑豆他恩将仇报，我要仔细审问他，让他说出这主谋之人。张良，在。你认为谁主审合适啊？哎呀，那还用问？当然是9000岁了。哦，娘娘，您这一天都没吃东西了。唉，这会儿吃龙肉也没滋味了。嘘，娘娘，千万别这样说话，说错了话，皇上要砍头的。我该死，我又乱说话。算命的说我克夫，我过了门，克了春娘，又克了太子，现在又克了黑豆，我是不是恶鬼投胎啊？娘娘，娘娘，黑豆大哥为救太子殿下挺身而出，这种不怕死的精神，宫里头大家伙都特别佩服他。佩服有什么用？人头都快没了。黑豆要不娶我，他就还卖他的菜，啥事也没有。娘娘，您看菜都凉了，您快吃吧。我不吃，黑豆死了我也死，我和他一起死，我还活着干什么呀？哎，3天能饿死吗？娘娘，你怎么能死呢？你要是死了，那谁救大哥呢？救谁？救黑豆？您啊！皇上铁面无私，他把自己儿子都关进来了。黑豆犯了这么大的罪，怕是神仙也救不了他了。哎，娘娘，你平常说书多好听啊！那书里头啊，哎，有好多计呀。计？哎，我想想啊，空城计。哎，不对，哎，调虎离山计。美人计。哎呀，我救不了黑豆，我是头猪。娘娘，您别着急，来，快把东西吃了，吃了之后啊，就有精神好好想办法呀。吃东西？想办法啊。
酒黑豆。对，我吃，拿来。我吃。走。哎呦。千岁爷，您请坐。黑豆，起来。坐。来到这地方，你不要怕，我为你做主。千岁，龙袍的事儿是谁叫你干的？我看不清啊。想想，好好想想，好好想想，他是什么人？是国舅爷的人。不管做什么事，可不能冤枉好人呐。真的，他是国舅爷的人。我好像在国舅府里看见过他。真的吗？没错。你们几个在御之间效力多久了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在御之间15年了。奴才8年，奴才12年。朕的龙袍都是你们亲手做的吗？是。张良在。这些龙袍当中，有一件是宫外私制的，你们看得出来吗？这手工好。回禀皇上，此件龙袍乃是宫外私制。不错。嫁祸于太子的龙袍就是这一件，你们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朕看了很长时间都无法区别，是不是这件龙袍的手工差一点？回皇上的话，这件龙袍的手工要胜过其他3件。哦，这假龙袍比真龙袍还好？我们几个人做的龙袍是赶不上这件龙袍的。哦，能做这件龙袍的工匠，功力至少有20年。20年？宫内御之间，我们几个人最老，谁也做不出这样的龙袍啊。20年。张良，奴才在。把御之间告老退休的名单找出来。是。黑豆啊，起来！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。黑豆啊，你的供词我可都看了。供词？你居然说是我的府中之人指使你干的，你好大的胆子呀你啊！不，是9000岁的人。9000岁？没错，是9000岁的人，是。哦，你看清楚了？看清楚了，是9000岁的人，是。哼，来人呐，给他画押。娘娘，您
什么呀？我想办法想了一夜也想不出来，只有求菩萨救我们家黑豆了。啊，您跪了一夜？只要能救出黑豆，跪3天我也心甘情愿。娘娘，快起来！哎，秀秀，我要是死了，你把我和黑豆埋在一起好吗？娘娘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哎，有一个人能救黑豆大哥。谁？我给他磕头去。太子殿下呀！太子现在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皇上把他软禁了。黑豆大哥一招认，太子清白自显，皇上软禁他。哎，那是要保护他呀！哎，秀秀，你有的时候真聪明哎。父子情深，只要太子殿下亲自为黑豆大哥求情，皇上啊一定会赦免他的。别提了，他不让我见太子。那个金总领凶得很。哎，娘娘，快想个主意啊！想办法。拖刀计，反间计，欲擒故纵。哎，十面埋伏啊！不行！孔明、韩信、张良、鬼谷子，走！想出来了，娘娘。没想出来。那咱们去哪儿啊？想出来要去，没想出来也要去。来，走。好，快！站住！不能入内！田桂花，你又来干什么？我找太子。站住！皇上有旨，任何人严禁探视太子。哎，皇上说了，我田桂花宫中哪个地方都可以去。在下只知圣旨，不知其他，赶快走吧。走，我不走。各位弟兄日夜操劳，我给你们说段书怎么样？说一段程咬金捉黄冈。话说那混世魔王程咬金，你不听？哎，话说那混世魔王程咬，不准在此生事。我说书是皇上恩准的，此乃是太子寝宫，不得大声喧哗。这儿说书怎么传进去了？来呀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赶来，闪开！谁敢上来？赔我扁担！不许胡闹！再胡闹，金宝就不客气了。拿下！谁敢过来？住手！何人在此喧哗？太子，嘿嘿，你以为我要进去啊？哼，我这是声东击西。哎，三国里赵子龙的想法。哎，我跟你胡搅蛮缠啊，秀秀早从后窗进去了。娘娘，太子已经知道黑豆大哥的事儿了。嫂子，黑豆大哥的事儿，我立刻去见父皇。太子，殿下已被软禁，不得出宫。放肆！哎呀，大胆！太子你也敢拦呐？吃了帽子胆了你！殿下恕罪，末将军令在身，不得不请太子留步。今时父皇面前，我自会解释清楚。闪开！殿下，滚开！圣旨在此，太子出宫就是抗旨。哎呀，殿下不能抗旨啊，快回去吧。抗旨就抗旨，父皇面前我自会请罪。闪开！快拦住太子！太子恕罪，今时是奉皇上之命，太子若一意孤行，休怪今时冒犯。别动！我的扁担是沾了毒的，谁要沾了就没气儿了。嫂子，快去！太子，快走！快走！怎么样？知道我田桂花的厉害了吧？快跑！快跑！累死我了！皇上，这个黑豆一会儿供称是9000岁的主谋，那一会儿又供称是国舅爷的主简谋，直是血口喷人。启禀陛下，黑豆乃是私藏龙袍之人，他既然向国舅指证臣弟，那臣弟就是疑犯。黑豆供词反复，九弟何必在意啊？就是嘛，黑豆是乡下人，不惊吓。千岁，算了。国舅爷，你错了，
陛下，太子一案已经震撼朝野，臣弟愿请陛下将此案交予刑部、大理寺和会审监3部会审。臣弟愿作为疑犯出庭问讯。千岁，你国舅爷怎么样？愿意试试吗？去就去，我怕什么呀？你们都是皇室中人，不必再吵了。启禀万岁，那黑豆冒犯天威，辜负皇恩，不论何人主使，私藏龙袍已成事实，请万岁降旨，将黑豆凌迟处死，以警天下不法之徒。凌迟处死？万岁，此乃我朝律法明定，国法如山，不可宽恕啊！不，父皇。谁让你来的？父皇，孩儿该死，请父皇赦免黑豆。太子，皇慎言。父皇，黑豆哥是被别人蒙骗的，他是不知情的。住口！朕只问你，朕已下令软禁，你知道吗？黑豆他是不知情的。你知道下令软禁吗？儿臣知道。朕的那道圣旨，你看到过了吗？儿臣看过了。好大胆子！看到朕的圣旨，还敢擅自离宫！皇上息怒，息怒！殿下，快随老臣回去，快！父皇，孩儿罪该万死，但仍要为黑豆哥讨一句公道话。太子，别说了。黑豆区区草民，他甚至连龙袍什么样子都没见过，一时的疏忽，我堂堂皇家之人，岂能如此计较？殿下不可对皇上无礼呀！我朝律法明定，黑豆应判死罪。我朝律法也有明定，太子愿为黑豆赎罪。太子殿下，你万万不可！你可知道，要赎死罪，你必须放弃什么？儿臣知道。儿臣愿放弃太子之位，以赎黑豆之命。啊！皇上，太子他有病，他说的话不能算数啊！他说话不能算数啊！太子他是一时胡言乱语呀！是啊，九弟，你有何说法啊？我输了。父皇，都起来吧，都起来吧。朕跟九弟打了个赌，他认为朕下令软禁太子，太子不可能为了一个卖菜的草民冒险前来面圣。皇上却说太子赤诚之心一定会来的。现在我输了，输得心服口服。我赢了。九弟，赢了有什么奖品呢？皇上在打赌之前说，如果太子来为黑豆求情的话，那他必将要赦免黑豆无罪。谢父皇。哎呦，桂花，黑豆，桂花，黑豆，桂花，桂花。
来了，我来看你来了，黑豆。桂花，黑豆，他们打你了吗？早知道坐牢能跟你在一起，我早就揍那小子了。这下可倒好，咱们两公婆死在一块儿了。黑豆，是我不好，我是克夫命。桂花，桂花，有件事你要答应我，下辈子你还做我老婆。下辈子，黑豆，你不会死的，我求太子去求皇上。桂花，我这次死定了。黑豆，你不能死，真的。桂花，坐天牢这些日子，来了好多人，让我供出主谋是谁。有的说是9000岁，有的说是国舅爷，还有的人让我说大将军是主谋。怎么扯到他们3个身上了？他们3个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！你说是不是，桂花？一个是皇上的兄弟，一个是太子的舅舅，还有一个是太子的岳父大人。他们都是那么大个官儿，他们能怎么样呢？扯来扯去，还得拿我这个卖菜的开刀。哎呦，这怎么跟大古书宋公历史唱的一样啊？啊！桂花，他们来了，桂花，他们来了，桂花，他们来了，来了。桂花，桂花，我先走一步了，你可得答应我，我在奈何桥上等着你。黑豆，你放心，你前脚走，我后脚就跟上。你要是找不着我，就站在奈何桥上喊我一声，喊3声，我喊死了也要找到你。黑豆，桂花，恭喜2位了，你们可以回家了。真是的，完了，完喽！什么完了？好容易到手的荣华富贵，转眼什么都没有了。嗨，完了！你呀，这小命刚捡回来又不知足了。有啥呀？咱们家本来就没啥，是卖菜的。这现在卖菜还是卖菜，这没啥，没亏本。亏大了！我要知道有今天，说什么我也不进宫。我呀，非得讹他一笔啊，赏钱不可。你呀，别再做梦了啊！咱这日子还得过。来，把这东西收拾一下。我这个太子哥哥算个屁呀，啥也没捞着啊！冤哦，冤哦，冤哦！行了啊，别哼哼唧唧啊！男子汉大丈夫，干嘛呢？我洗衣服去啊！哎呀，冤哦！
龙袍怎么又回来了？我的娘啊，真是惊魂未散！他怎么老跟着我呀？我的娘啊，他把我害惨了！你也真是的，你把龙袍打包拿回家干什么呀？上回太子出事儿，就让皇上拿走了，我哪会把龙袍放这儿啊？说的也是。那这包袱是张公公给我的。张公公是皇上贴身太监，那能不能是皇上叫张公公把龙袍打这里了？跪下啊！跪下！这磕头！跪下！磕头！谢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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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干什么？桂花，皇上根本不是真心赶咱们出宫，是有事交给咱们去干。把龙袍交给咱们了？对呀，这么大的政务交给咱们，是多大的面子呀！这说明啊，咱们还是皇家的亲戚，不是皇上的亲信。让咱干嘛呀？查龙袍？那还用说吗？皇宫里御之间那帮太监我都熟，只有他们才能做。这假龙袍不敢在宫里做，所以拿出来。对呀，这要查出来，太子不就没事了吗？对呀，京城里的裁缝我都熟啊。为了救太子，我黑道出马，一个顶俩。磕头！皇上要救回太子，一定要救回太子，一定要救回太子。皇上驾到！叩见皇上。锦时，你忠于职守，朕甚感欣慰。这么弄的？看我的。哦。父皇恕罪，儿臣不知道父皇驾到。平身。谢父皇。蓉儿，你怎么不起来啊？皇上，蓉儿有话要说。站起来说吧。谢皇上。龙袍一案，黑豆已经承认是他栽赃，太子清白自分，为何皇上还要囚禁太子呢？黑豆虽然认罪，但众人皆知，他和太子结拜过，宫中甚至有人传言说黑豆是拿了钱才为太子顶罪的。不对，太子不会干这种事的。龙袍一案不破，主谋者一日不抓获，太子就设有重嫌，朕就不能不依法囚禁太子。皇上要关蓉儿好了。蓉儿，国事绝非家事，岂能视同儿戏啊？国事并非家事，可法律不外人情。蓉儿恳求皇上释放太子。不必说了，后宫有规，妃子不得干政。父皇息怒，太子妃入宫未久，一时糊涂。太子妃是未来的国母，要有体统。朕虽然依法囚禁太子，可是我还是让他留在自己的家里啊。没有行动的自由，不叫家；被人监视，也不叫家。你看你，一个丈夫连自己的妻子都管教不好，一件龙袍扯出这么多风波，将来如何治国平天下？父皇息怒，儿臣知罪了。请皇上释放太子，委以重任，太子必能查出龙袍真相，给皇上一个交代。父皇，请您给孩儿一次机会吧。说来说去，你们就是要太子出宫。蓉儿，你究竟有何居心呢？蓉儿是有居心，这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居心。太子无罪，却要被监禁；太子有为，
却不能委以重任。皇上只知苛求太子，却不知自省。放肆！父皇，一个黄毛丫头也敢教训朕？本以为给你找个温良恭俭让的太子妃，可没想到给你找了个小武则天了。不，他不是武则天，您错看他了。什么？你也敢顶撞朕？过门才多久，耳边风就扇起来了？我做父亲的还比不过他？蓉儿她不是那种人，她的一言一语都是肺腑之言，是发自内心的。孩儿斗胆请命，龙袍一案7日之内必将解破，否则将按国法论处。好，朕就成全你们。你不是想出宫吗？好，来啊，准备轿子，马上送太子妃回娘家。父皇，您真的同意了？蓉儿，咱们这次可以出宫散散心了。太子哪儿也不能去啊！你现在是疑犯，必须软禁在此，寸步不离。不，蓉儿要和太子在一起。太子在哪儿，蓉儿也在哪儿。这也是蓉儿的家呀！这儿没有自由，这儿有人监视，这儿不是你的家。皇上，你分明要拆散我和太子。父皇，将军府才是你的家，该回去看看你娘了。不，蓉儿不回去，蓉儿要和太子在一起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是。父皇，此事应该由孩儿承担，不要赶蓉儿走。他不走行吗？他再多待2天，我的儿子不晓得变成什么样子了。蓉儿，现在朕倒怀疑这龙袍是不是你做的了？皇上，请不要赶蓉儿走。以你之罪，早该问斩。朕若不是看在大将军为国有功，你以为你现在还可以站在这儿说话吗？太子妃娘娘，轿子备好了。父皇，君无戏言，趁现在朕还没有后悔，快走。父皇，你再多言，我就把你移到天牢里囚禁。您殿下，别说了，什么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蓉儿愿走。不。金石，末将在，严加看守，任何人不得进入太子寝宫。是。若再发生你私放大将军入内的事，我先斩了你。末将知罪。哼，我没事，我也该回家看看了。蓉儿，自你入宫以来，还是第一次离开我，你一定要多多保重。蓉儿也有娘，我的娘一定也想看看我。太子，你也要多加小心啊。蓉儿，放心吧，我会跟父皇讲，请他让你尽快回来。我最后再服侍你一夜吧。奉皇上圣旨，恭送娘娘返府。蓉儿。